国际新闻来看，美国总统川普昨就职咯，嘛宣布讲，考虑要对2月初一开始，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要来加扣10%的关税；对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要加扣25%的关税。嘛，经过后面若无进口愈侪美国商品，美国嘛来进行关税报复。另外，川普嘛宣布讲，要成立新制之门的公司，投入美国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。美国总统川普2月伫白宫的工作会报强调，中国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，所以考虑自2月初一开始，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10%的关税。We'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%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'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. How soon on those tariffs? Probably February 1st is the date we're looking at. 川普也强调，因为墨西哥加拿大继续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，所以也考虑自2月初一开始，对这2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加扣25%的关税。而且，川普也批评欧盟无进口有够的美国商品，包括汽车加农产品，所以欧盟恐惊也闪袂过关税报复。We have a $350 billion defici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. They treat us very, very badly, so they're going to be in for tariffs. 除了用关税来报复以外，川普2月伫两地银行执行长孙正基、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、甲骨文共同创办人艾里森的陪同下，伫白宫宣布，这3间知名的科技公司将会投入1000亿美金，未来的资金会更加增加到至少5000亿美金，做伙合资成立一间名叫做星际之门的公司，来进行美国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。国家包括微软加辉达也会参加。New American company that will invest $500 billion at least in AI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ry, very quickly, moving very rapidly, creating over 100,000 American jobs almost immediately. 另外，川普伫竞选时阵，佮特边夸嘴讲，伊上任了24点钟久内就向俄乌战争停火。不过，川普第一是强调，若是俄国总统普京拒绝针对停战进行谈判，伊可能会对俄国实施制裁，但是并无说明详细制裁方式。同时，川普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爱介入，最近来推动俄乌战争停战。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。